午后暖暖的东南风吹动院子里这一大片羊耳草，李正峰蹲下轻抚，这些都是他的宝贝。比如说感冒啊，声音沙哑，咳得很厉害，都有它的效果。叶子随风翻腾，也吹动了李正峰的心绪。30年前，苗栗友人的沈婆让李正峰有机会接触羊耳草。学化工的他决定要让这客家先祖的草本智慧加惠更多人。这个就是所谓羊耳草哈，植株的它的叶片成长过程就从这边嫩芽开始慢慢一直长。我们叶片采了以后，达到一个量以后啊，那我们就是用米酒浸泡，就像里面这样瓶瓶罐罐的。于是能清热解毒的羊耳草，加上驱邪散瘀的魔草，以及常用的天然草本香料香茅，再添加具有润肤功效的芙蓉，萃取精华制作出晶莹剔透的美容皂。爱客家的心意也要融合其中。李正峰的太作慧眼独具，将客家意象鲜明的纯洁桐花落印在每一块绿色智慧上。我很多年前，92年开始，我就有想到这个桐花，所以我有请人家帮我们雕了一个桐花皂。我们这个皂呢，就像叫做皂中的翡翠，它的那种翠绿，然后呢，它的那种质地，还有呢，它的那种高雅。而且最重要是，这个我们的用心在制作这个呢，是让客人洗了以后，洗到薄薄的一片，还是那么的晶莹剔透。做太太的张平兴要把先生钻研多年的心血向外推广，小个头却有大勇气。这一位就叫浙江省委书记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们是来自于台湾。省委书记跟他身边的那些人讲说，哦，这台湾来的女孩了得，他说胆子很大的意思了。不断创新，也不忘客家使命。人群天仙报，人难天上错。意思说，你人啊，如果勤劳的话，地都会长出宝贝给你。可是你如果懒的话呢，地是长了一片那杂草，绝对没有宝。因为我们的勤劳，我们夫妻的勤劳，现在地中长了宝，他要让我们创更多的好东西。一对客家夫妻，一个花圃里钻研草本，一个汗水中南征北讨，孕育翡翠般的梦想，幻化成我的感动时刻。